好，来，天明老早哈，开始说这个读啊，等我摕只水来啉。好，来，1661年5月26拜四哈。伫成功内底1个月啦哈，过几工1个月啦哈。早起透西风和天，伫上述因的炮台迄工位啊，拢无大炮咯。迄寡大炮是毋是还佫会当使用犹太时间来揭晓哟？揭晓这里揭哦，不记安读。会当读4条，会当读8条吼，揭吼，所以揭晓吼，无会当吼，或者是揭晓，犹太时间揭晓吼，我认为也希望吼是袂当佫使用的吼。阮看到迄寡街路吼，无像前几工安尼有遮尔侪人伫遐行来行去来往吼。现在差不多拢无人伫遐咧行百吼，连一支旗仔嘛无挂起来吼。但是呢，三队呢，阮看到对迄个市镇的南边的公园后面遐，先是有一大部分头顶真是头壳的人吼。经由水中行往麻豆园，搁再对遐继续套去迄寡布边遐吼。有几个人，有真侪人吼，甲卷起来迄个旗帜吼，早咧走吼，其他的人吼。带这个东仔啦吼，衣料啊，然后刀啊、箱啊等等物件吼，跟对因有迄边行去吼，因毋是咧赶路吼，但是呢，因毋是咧赶路安尼行法吼，是一个接一个吼，行3点钟才行到迄边，然后像是迄个市镇的人，大家拢要倒离开遐会安尼吼。自从咱即个忽然的大改变，究竟这有啥物用意呢？互阮真学来用啦吼。一方面，阮会当想象，因为因的大炮已经大部分袂当使用吼，所以敌人大雷击吼，垂头丧气吼。水头送去吼，这就跟控制对了吼。但是另外一方面，可能其中有诈要借此诱引阮对城堡出来，因此阮保持安静警戒。现在若会当掠人来，对阮来讲将会真有用处吼。敌人已经有几啊天伫北线尾，因的这个宝拿哩遐飘扬20零机啊，阮决定要去遐探寻。现在是毋是有比本个月24号搁较有胜算？本个月24号迄天就是，我来看下对主角哦，下对就是东南偏门吼。
文条片咯。本国的历史就是因进前有用干了嘛，就在23迄一天去的吼，拍一场算真大胜利嘛吼。就讲，阮做决定要去探寻，现在是毋是比本国的历史更较有胜算？去甲迄寡机仔甲背转来，并且去掠转来一两个因的哨兵。为着即个目的，阮派40个士兵坐阮迄只领港船渡往迄边去。但是呢，因约了渡到一半的时阵，迄只领港船的车型吼，就被敌人车型就是船底有迄寡这什么桅杆嘛吼，帆杆帆型口是圆的啦吼，桅杆是直直冲的吼。啊，这是车型吼，就被敌人对射务所后面遐发射一粒小炮弹拍转去吼，因对遐爆射真侪箭，但是拢无伤到任何人，因此就无法度继续前进。所以呢，就用一只3班船甲小艇载满士兵去岐山，但是呢，当看清迄寡保拿120哨兵注意到魔方的人要去因遐的时阵呢，就背条因的机仔，载着迄寡机仔往西边逃走吼，一直逃到以前阮所去的迄个海岛遐，因就挥动迄寡机仔调换伫迄该处西角的因的同胞过来，因都拢过来咯。因此现在因有70个到80个武装的人做伙吼，魔方的人吼，因已经伫北沙岛来起山。魔方的人就决定讲要离开北沙岛，转来城堡，因为迄只领港船袂当去援助因，而过来支援的其他人也就干那派几个人去协助因。看清迄寡保拿吼，上午11点钟的时阵，有4只3班船来载走迄寡保拿，甲迄寡保拿载去迄个市镇甲迄个军营里。北沙岛的所有士兵也离开去其他所在咯。伫马大园一带的保拿也拆除，像上述安尼载去迄个市镇甲军营。阮咧推想讲，敌人真有可能是要把即寡保拿伫阴暗安置伫瓦郡西边的所在，要用来炮击迄个碉堡，也有可能是要用来炮击即个下站城堡的西边遮。不过对迄个市镇的炮击，互阮烦恼吼，因伫遐已经发现一道泥堆吼，佮较平的土地啦吼，会当用来采弹炮。毋过阮确信敌人毋敢佮遐尼啊薄弱啦吼，毋敢佮遐尼啊薄弱，因为阮相信昨昏因的作务已经有够互因艰苦啊吼。阮看到迄个市镇。一路动静，随要往迄边来射击。今仔日看到真侪用树仔包起来其他人的死尸，随着这个海水退流，经过这个城堡头前飘往海上去。这个时阵，有一只3班船坐着一个新仔人，被海流送入去这个港岛内，驶入港内来。阮就派一只3班船载4个过手的人和2个枪手去，吼。迄时，迄个新仔人看到这个情形，就互伊的3班船顺风航往北沙岛的岸边，伫遐跳出伊的船逃走。魔方的人派4个人起山，去甲迄只3班船，甲伊炸转来即个城堡下面遮。今仔日也是和前几天相像炎热的天气，安尼持续炎热的天气，有可能互农夫完全无法度来野种吼，因为现在吼要野种都已经开始伤旱了吼。阮咧想讲，敌人将无法度避免饥荒，因为因伫咧处对台湾市镇遮和普罗宾西亚找到的
出门，要用来供应遐尼大军队长期食用，就会变伤少吼。但愿上帝阮的主，互敌人家己遭受其他大忧患。要暗暝阮用迄粒细粒榴弹炮，市场发射几发榴弹。阮迄寡船只也留伫个对城堡看会到的海上咧游移飘航，有几只篷船也伫海上游移飘航。暗时啊，含规个夜间吼，敌人拢无动静。5月27号拜五。早起好天，微风对南边吹来，阮派一队士兵去拿豆园的山岭遐，看是毋是会当掠着经过遐的敌人。但是看起来迄条路因现在已经破坏去，显然即道是掠袂着人咯。所以阮五方迄寡人就转来咯。阮承诺讲，活掠一个新仔人转来，会当将会犒赏52个，活掠2个就安尼加倍犒赏。随后就派一队骑兵出去，迄边的野外去找会当活掠的人，因徛过拿豆园的头前，20天来是头一遍吼，以及细说吼，甚至去到我军2支白色的旗帜遐，即2支旗帜，根据阮看起来是插伫距离上头前的布旁，即个布边啦吼，有一段路的减少。因讲伫遐甲一个人扑两刀，有几敌兵来因冲过来，甚至呢，仲要甲兵营半数士兵拢冲过来了吼，所以五方迄寡人就逃转来。市场以后是一片的安静，看袂到士兵行动，关系着比即个。就是迄寡大炮吼，因用什么强水去甲拦嘛吼，去甲侵吼，对不对？甲侵蚀啊，腐蚀就个讲，蚀是心嘛吼。我讲迄关系着迄寡比即个强水湿过迄寡大炮吼，看起来敌人有时啊伫咧市场东方迄寡厝后面遐。试咧要甲伊修理吼，阮看着讲敌人伫咧拿豆园的兵营里上头前排的布边咧，真明显减少。军营里嘛飘真侪白旗，这究竟是啥物意思？阮并无确实知影。毋过按照因的习惯吼，因的方式，这可能是对死者哀悼，或者是悲伤的一种表示。哀悼的悼是安怎读？他这个哀悼吼，看这个大理大师都有，大理大师都无修这个汉字吼，道理吼，哀悼。过去这一年一日，阮用大炮往敌人发射了47发炮弹。进前的迄2天，阮无法度计算发射了几发炮弹吼。进前上侪伊讲发射800发呢。今仔日阮看见伫赤坎，伫拿豆园，伫迄个军营里，有真侪人咧传动，迄是啥传动是啥意思？查一下吼，这个传理，或者是读做赞，这里我这里华语无解清楚，查一下吼。攒动啦吼，读做攒就对了吼，攒就是积蓄迄个攒嘛吼。攒
站前这个站啊，但是这个站呢，伫咧刚米店台语的头是跟头做站，毋是嘛头做站，第三条的站站或者是转，或者是转站就是宗族组织志长去无卖宗就严观察就是无卖宗就甲观察看起来严是掩盖迄个严好，第二名毋捌听过赞正条这个词毋捌听过。等于导师都无收这个赞哩讲音嘛华语读赞，台语嘛读赞讲今仔日阮看见伫赤坎伫下大园，伫迄个军营里有真侪人咧赞同显然着因现在伫清早讲前昨日有偌侪士兵阵亡去军队下晡又搁开始发射几榴弹炮，迄个市镇发射榴弹，有时因为即个榴弹的威力，半间厝拢被炸倒去现在着因伫迄个市镇里保持遮尔安静，互阮义如不易互阮心内诚了义虽然讲阮一大群人去面因的形象徛出来东张西望讲阮一大群人伫遐四过相面因的形象遐徛出来四过相，就像今仔日安尼上几下摆了安尼，因也是完全无阮来射击即种射击的机会，因是无可能放过的无定因是将要采取更奇怪的决定要暗有60只到70只的三班船装满着物件，看起来是土，但迄个市镇的东北岸边来遐靠岸暗时阮又搁听到市镇里有真吵的声，有时就会用步枪往迄边来射击。5月28号拜六，早起天光以前2点钟，阮派12个另外民捷的士兵挺下大园的头前，要去看讲是毋是会当掠着人转来。但是呢，即寡人伫遐来回的寻觅，即个觅又搁袂记，敢若肉哟，真正是早过搁袂记。肉着肉路、肉头路、肉船、肉车即种看过我袂记了。车啦你车物件啦肉但是呢，即寡人伫遐来回的巡肉真久巡嘛巡是安怎读？巡还是巡？巡有禽、有人、有神有车
行了哈。行，行，讲你个人伫遐来回行嘛真久，拢无看见任何人，因此要天光的时阵，就无所收拾，转来城堡。阮要是看袂到迄个市镇里有啥物改变，只看到昨昏伫所处的街仔路的角角啊遐搬来几啊部土。今日上午，阮的骑兵搁再去麻豆园迄边的野地去掠人，看起来迄边四界拢通行无阻，因为因一直徛到我郡敌人上头前的布边，迄时才有一阵武装的敌人甲两个骑马的人因冲过来，用小炮因射击，模仿迄个人就用马枪甲手枪。一边行劫，一边行劫，一边逃倒来。阮看到阮迄寡船只现在即个港都行过来咯，因此呢，派阮的领港员 St. Peters 坐一只三班船去因遐，伊迎向因们河航去，停伫航道上的篷船有两只过来阻止伊去我船只遐，因此伫伊会当去到迄边遐上船以前，伊拢必须留啊迂回的航行。伫迄个当中，条海流已经过去因此迄寡船只又搁留啊海上航去，反对西南方出来。有真侪篷船对这内面大港即只去到模拟门一带遐聚集，大概是要去看讲，要甲你个船只要甲固掉咧，互伊袂当来入港。过去这一年一日，阮敌人用大炮甲榴弹炮发射了41发炮弹。今仔日阮看到真侪三班船航往盐埕。对遐装运沉重的物件，大概是土、棉甲土沙土，以后又搁航转去迄个市镇遐。正人毋是敌人，敌人上头前的军营里的即个布棚，阮是看愈来愈少了因共款无用去对市镇搬出各种插头，对遐经由水中前往麻豆园迄条路，敌人已经。差不多是拢无用啊因也无说服三个自愿的士兵，伫咧阴暗出去掠人，因必须要留踮咧讲好的所在，就是前往敌人的保南的方向。伫阮大炮的保护之下，此时阮通知所有的领保，以免攻扫去来因射击。经过阁下答应因。每活掠一个敌人，转来就扣薪因52个。5月29礼拜日，今仔有一点忝呢。5月29落长好，5月29这篇读了，我就要休困了因今仔较休息。其实我睇到加班好，5月29礼拜日，派出去迄寡人有3个士兵，幽暗又搁掠袂着人，空手转来。因讲去到我军敌人的保南遐，看到街仔路的头前有哨兵，但是找袂到机会当去掠因。阮听到即个失败的消息，遂搁再派2个士兵甲1个中士出去。因伫咧麻豆园的山峦后面遐掠着一个新仔人，即个人含佮另外一个人，迄个人无像伊遐尔啊暴露，所以就逃走去。对迄个市镇经由水中的路，一直往迄个山谷遐行去模仿迄个人就是秘伫迄个山谷附近。即个人比
刻问了后讲，诘问吼，我找这个这个诘理。诘就是读做刻吼，刻问吼，刻查问啦吼，就是刻吼。问也小人执笔地理查问讨辩驳刑法禁止吼，叫做刻。这个人被刻问了后讲，伊原本是伫迄个市镇里的一个最胖，毋是最胖，最钱包的人吼，并且讲郭姓爷状况如何？郭姓爷伫本国2月27号对油条去车卡，伊住伫普米社城堡里。为了要去接伊的某囝吼，毋是，为了要去接伊的某，伊的某甲伊的一个大某细姨啦吼，有几只胖船吼载着鹿仔肉去新仔，无听讲即个做爷吼就是电台，无听讲做爷红兵爷吼，红兵爷嗰个红旭吼，旭日吼，旭日的旭头个旭个，会记的是头安尼。查一下，确定一下红旭吼旭，第4条。无听讲做爷啦吼，就是电台甲红兵爷就是红旭，或者是国姓囡仔同齐来遮吼。不过迄个恶棍吼何斌有同齐来。伊和郭姓爷伫普米社，公瓜也有同齐来，住伫咱爷市镇的做爷的厝呢。约了有9500个士兵、水手和各种战斗人员。郭姓爷用伊的胖船同齐带来遮台湾遮吼。伫迄个市镇的大部分拢是新穿盔甲的。迄寡士兵是郭姓爷用上好上精锐的士兵。听讲有15个军团的新仔士兵留伫厦门甲金门，即寡所在也属伫郭姓爷遮吼。但是塔坦人已经来到瓦郡迄个所在的大陆遐吼。伫迄个市镇指挥的官员名叫做马爷吼。伊和拉哥住伫迄条圆规顶面的一个布边内底吼。而士兵是住伫市区里的各处，市区里的各个所在啦吼。你因也有够用，伫迄个市镇里和厝里也拢也有够用。有一批册吼，国姓爷分配。互伊的士兵，所有伫车坎找到糖甲册拢被没收，问题还未严整吼。现在任何人拢不准离开去新仔或者是其他的所在。为了要防止盗走，各处派人严密看管，这更是要爱引起经济土地。迄寡新仔人居民，无论住伫农地或者是市镇内底，因为国姓爷的前来厝地已经开始伫忍受客牛吼欠客牛失的痛苦，因为因所有的牛失拢被国姓爷没收摕去，却拢无分配互因，而且因和迄寡公司啊，拢毋愿去迄寡新仔士兵遐。住伫市镇的人也不准坐舢板去兑换。大家懂我词无？你有音乐个。讲雷爷吼，市场指挥官叫做雷爷，伊和拉哥住伫迄条圆规顶头的一个布边内，而士兵是住伫市区的各个所在。
你因也有够用，但是伫迄个市定里和处理也拢也有够用。有一批册，国姓也分配互伊的士兵，所有伫车坎找着的糖甲册拢被没收。当地也未下请，现在任何人拢不准离开去新啊或者是其他所在。为着要防止盗走，四国派人严密看管吼。这有可能是要爱因去经证土地。就是爱困个落顿。好啦，这篇我讲无都读了啦吼。我看读到对来，迄寡新仔人居民，无论是住伫咧农地或者是市镇吼，因为国际也前来厝地已经开始咧忍受欠客牛、欠车的痛苦，因为因所有的粮食拢被国姓也没收摕去，佮拢无分配互因，而且因和迄寡公司啊，拢袂当去迄寡新仔士兵遐，住伫遐市镇的人也不准坐三板去兑换车坎，因此因必须要行迄条水中的路，而避掠无去到遐啦吼。伫迄个市镇的北环，由士兵的小兵搬来真侪沙土，要用来装入去我岛拿。莫说汉堡克伫本国个24号所讲的迄8个士兵是国姓爷离开新仔以前逃走吼，以后伊阁被掠转来，伫车坎处死。听讲本国个24号有几只胖船载一批荷药来到龙岩门内底。问题伫24号，应该是25号之午吼，会双方互相猛烈的炮击当中，有敢有互人死伫因的大炮边啊？若有几个人伊讲伊毋知影，有一个官员以前是士兵的首领，伫迄一天被阮拍死咯。因此，军营特别是伫伊的部下内底，为伊举哀来徛一个吊松的旗帜吼。徛一面旗，迄旗帜阮看到伫咧飘扬，有一个比较阶层的官员被拍断一支手骨。迄天突然死亡甲受伤的情形，伫军营里无人敢提起，因此毋知影死伤的人做偌济。不过看到真侪人被带去车坎遐埋葬吼。迄天伫即个市镇里的敌军，当一日就被解除任务，调去车坎分散伫迄寡处理。好，读到遮啦吼，唱到一半吼。9:30，我今仔提早收工吼。一方面我爱困，一方面我实在是爱搁加班，所以我袂当困。好，安尼我来规班吼，感谢。好，大家吃哈。